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热热的天气要降温咯，明仔载开始到拜六，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中南部的雨水会增高。副总统赖清德去巴拉圭访问，赖清德表示讲，新任的总统贝尼亚有承诺讲，伫伊的任内，两国的邦交袂改变。大学分学日学今仔放榜，今年的录取率有9%，欠约6000外个，有4间大学接收到2.5个学生，文化大学欠约1000个上济。先先来看今仔日的天气是真热热哦，气象局嘛针对北部、东部发布高温指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就要特别注意局部会落大雨。明仔载开始到拜六，受到低压带影响哦，台湾附近的水汽会变多，规个西部拢会落短暂雨，也是雷公雨。中南部的雨水会增高，无可能会向下大雨，所以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台北市透中昼真热，袂少民众行伫路顶，拢爱举伞避日头。虽讲拜至中南部本正就落一寡雨，不过为拜三开始，中南部雨水就要变愈高。拜三到拜六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周边水气高，尤其伫中南部的天气会搁较无稳定。星期三到星期六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包含整个西半部。容易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这当中一旦雨势对流包有发展起来，容易出现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可能会有瞬间的大雨，造成时雨量超过40毫米这种短延时的大雨，或者是累积雨量超过80毫米一整天这样下来的局部的大雨。拜日天气稍热，气象局也针对北部、东部部分县市发布高温指示。虽讲拜三开始，因为雨水日头会小可较温和，不过整体温度也是较高。气象局提醒民众要补充水分。接下来礼拜3到礼拜6，因为云比较多，也加上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各地白天的高温会比这几天略降个1度到2度左右。不过整体来说，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都还是比较闷热的。另外，伫台湾东边的太平洋目前有2个风台，但是估计对台湾拢袂有影响。其中较晚台湾的轻度风台蓝温，伫今仔日透早已经去到日本。气象局提醒民众，若有计划到日本，要注意航班的资讯。记者郭明调随台北报道。再来看副总统赖清德去巴拉圭访问，伫台湾时间早起甲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做伙食暗顿。赖清德表示讲，贝尼亚有承诺讲，伫伊的任内，两国的邦交袂改变哦。另外，伫过境美国的期间，赖清德嘛甲伊家小驻美代表萧美琴伫纽约看棒球赛的相片，铺伫网络顶头。外界嘛要讲，萧美琴敢会是副总统的人选呢？副总统赖清德结束纽约的过境行程，坐专机去巴拉圭。伊伫专机顶对了甲媒体讲到，伊去美国看球赛心得，也讲到这次的目标是要达到总统蔡英文的期待，深化台巴的邦谊。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深化台巴的邦谊；另外一面呢，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两国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两国的繁荣发展。专机到巴拉圭亚松森国际机场时阵，由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也个巴拉圭总统府的大礼官去机场迎接，当地侨胞也亚国旗伫咧欢迎。这是我们你瘦了，为了等你啊，加油！赖清德也甲巴拉圭现任总统阿布多，也个总统当选人贝尼亚见面。贝尼亚讲，伊所带领的政府一定会甲中华民国台湾继续维持邦交，稳固两国的情谊。赖清德也参加巴国的参议院议长欧佩拉的午宴，期待会当有更加侪合作。未来我也非常期待，在台巴两国的合作上面，能够得到巴拉圭共和国参众两院外委会的支持，让两个国家的邦谊能够越来越稳固，让两国的合作计划能够越来越深入。这项游访巴拉圭期间，过境美国的纽约，赖清德也抛出加驻美国代表萧美琴最近伫咧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主场的相片，互外界拢伫咧晓赖萧配是毋是有可能？记者综合报道。
副总统赖清德即撮访问过境美国的纽约，要来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嘛发声明表示欢迎。也毋过中国是表达强烈的不满，率来搁要伫东海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今仔嘛搁再强调讲，过境美国已经是正事常的代志，呼吁中国毋通想要趁这个机会威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巴拉圭，其的行程第一站过境美国纽约25点钟，主要甲交界台湾青年会谈，无传出甲美国高层会面。去年4月捌访台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甲印太小组主席金应玉是发出共同声明欢迎。也毋过，中国对赖清德过境表达强烈不满，12至10时之间，搁较伫东海海峡军演针对性集结。美国国务院搁一摆呼吁北京毋通借机会假事。There is no reason to over-torque this transit into anything escalatory.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It is not any kind of pretext for coercion or provocative activity. 回顾今年4月，蔡总统出访过境美国。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了后，中国发动连续3日的联合利剑演习，以海空兵力实施联合战备警巡。去年8月，迄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中国确实宣布大规模军演，伫台海4区围进行实弹射击。咱国国防部表示，目前并无看到中国有相对大规模行动，也毋过会严密观察。在这个应对敌人的威胁的过程当中，国军是秉持一个不确敌、不挑衅的原则来去面对所有中共的一个行动。中国无权干涉民主国家的正常来往，也没有理由过度反应或借机升高情势。当时赖清德伫巴拉圭访问，美国澎湃新闻发布伊的专访内容，其中赖清德表示，台海紧张是因为中国愈来愈强势，强调台湾安全是全世界的问题，国际安全也会是台湾的后线，也希望国际社会重视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众党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昨是因为诈领助理费，被检方起诉。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随着鼓励高虹安，也望讲司法行为清白。也毋过说传出讲朱立伦并无先甲侯友宜方面沟通。朱立伦是批评讲这款讲法是故意要制造对立，嘛强调讲朋友应该是愈侪愈好。今仔侯友宜嘛小听高虹安讲司法会当来行当事人公道。民众党团是表示讲，希望政治唔通影响司法。推下公内无期开议，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甲党主席朱立伦做伙参加2023无期立法院开幕式，要求青年选票。不过，各界关注新竹市长高虹安过去伫立委的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案件。叫检方以贪污罪起诉，朱立伦第一时间甲伊加油，却是有风声讲无事先甲侯友宜也有竞选办公室沟通，嘛引起基层烦恼讲，伊这个举动可能会有关国问题的声势。这个标准呢是存心制造这个对立见缝插针。我们希望能够用司法来还给当事人清白，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难道我们要对于同为在野联盟或者是同为在野阵营的这些朋友要落井下石吗？民进党放着很多的弊案，尤其像立电的弊案这么大的案子都不办，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后，相信司法会还给当事人一个公道。人讲手骨是屈入无屈出。不过，朱立伦这个举动是引起党内质疑的声音。针对这个质疑，朱立伦是搁一届发在野大联名，强调朋友是愈侪愈好，敌人愈少愈好。总统大选拉白合也是充满想象的空间。现在民众党团是表示，无希望政治力介入司法。既然进入司法程序，在原则上我们当然还是尊重，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政治力来去介入司法，也支持高虹安市长来收集更多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捍卫自己的清白。那被合加做焦点，地方的成员要始终伫拍拼。陈文丽过去捌是国民党的党员，去年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高雄市长选输去，最近加入民众党，
洪定调参选高雄市第1选区，挑战民进党现任的立委柯宜盈。高雄市长部的热情的邀请，还有柯主席就是告诉我说，你就全力的为高雄市而选，而不是为民众党，而不是为柯文哲他本人。像这样子的鼓励，让我非常的感动。民众党定调高文地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李友仪，加上阮内2个女将挑战选立委，2个人因过拢有国民党的背景，因那国民党伫这2个选区拢还未提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科院今仔伫屏东的九坪基地试射飞弹，头一粒发射了后，就随伫空中爆炸。空军是表示讲，这毋是正常的现象，也毋过详细的原因爱去了解。确实的原因跟它的这个后续的情况，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查证。我们这个实弹射击的科目，它本来设计的目的就是用来做部队战训成果的验证，以及飞弹攻性能的验证。所以不管这个弹药射击的情况好或坏，那操作的表现正常或异常，我们都会详细记录分析，作为后续战备准备的依据。外界又讲，试射飞弹应该是爱国者2型飞弹，也毋过空军并无证实。画面内会当看到讲，伫飞弹发射了后，就随伫空中爆炸，是真奇怪。也毋过后来个试射一粒，就顺利升空了。空军嘛强调讲，不管试射的成果如何，拢有战备训练的价值。再来看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的高雄站，还有高雄地检署等单位，最近掠到咱国内史上上大件的毒品转口走私案，查到180栋第3级的毒品卡桶。这批毒品是对印尼出发，按说要经过高雄港，最后是要卖去美国。也毋过伫高雄港就互掠到，已经全部查扣。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嘛去高雄来鼓励办案人员的辛苦，嘛强调政府掠毒的决心。爆了一样东西而已。当局仪器检查发现货柜内底的物品色水真焦纹，密度嘛同款。海关认为有状况，会同调查局开柜来查验，确定是卡桶。陆续6卡货柜伫今年清明连假期间为印尼运出来，拍算到高雄港中转了后，驾驶去美国的迈阿密，以及洛杉矶，过无1个月又过6000外箱的卡桶，用同款的途径运出来，累计查到总重有180栋，不法的计销超过363亿的台票。卡通在我们108年的2月跟4月的时候，就有将这个卡通还有冒珠木碱这些成分列为这个第3级毒品呐。所以既然是毒品的话，我们也不想要成为这个毒品转运国，所以如果要在我国经转的话，我们都是不允许的。查到卡桶有的做抹茶粉，有的做胶囊。卡桶是原生伫东南亚的热带植物，叶仔内底有冒珠木碱这的成分，这类亲像是吗啡，对着人体的作用，已经伫民国108年就互台湾列做第3级的毒品。因此，货柜虽然无进到台湾，也是全面来拦检，后续嘛无排除要销毁。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到场来表扬着有功人员，感谢因破了这件国内史上上大宗的毒品转口案。我们除了国内反毒要做得很好，更要强化与国际伙伴之间的缉毒合作，才能够瓦解国际毒品的供应链。陈建仁讲，这个查毒嘛，甲美国合作，显示着台美的关系非常稳定，政府反毒的决心嘛，袂当互挑战。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再来看中国商务部宣布讲，今仔开始要针对台湾出口的聚碳酸酯，以保证金的方式来去临时的反倾销税。目前针对反倾销的调查结果会伫11月30出来。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认为讲，这拢是中国无必要的经济手段，会影响到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对台湾的业者嘛真无公平。台湾自碳酸酯产业外销去中国占要到8成，不过中国宣布。为15开始要扣反倾销税，针对这点，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政府会请经济部协助业者向了解、确定、甲提升3大方向来应用。对于这一个中国不必要的这一个经济手段来做出相关的因应，那中国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无助于两岸之间贸易的正常往来，而且呢也对台湾的业者相当的不公平。我们都会有辅导业者，我们也提供经费补助，那么聘请律师来积极应诉，维护他的权益。那么也另外一方面也协助业者来分散市场。政府表示会协助业者分散外销市场。也拿台湾石化工会表示，因为塑化品的运输有先天的限制，所以中国 PC 进口市场主要也是以台湾、日本、韩国为主。
不过日本甲韩国拢有加入 RCEP， 保证关税干那2.5%。不过台湾厂后日扣2位数的反倾销税了后，计销根本就无竞争力，对台湾厂是真不利。不过根据关务署的统计，台湾目前扣反倾销税拢总10案，包括阿鲁米纸、铁管、面筋等等的产业，中国都占8案。目前北面印刷用的板材也搁伫咧调查当中。其实我们都符合反倾销的协定，我们不可能针对某一个国外对我们课征反倾销税，然后就对他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因为台湾自探生指防例做是 X 法早收清单，即马中国要扣反倾销税，毋若红利无啊，将期尾采购的结果按算11月30会出来，上尾若是判决立案，保证金袂摕回来，也若厂商会当向 WTO 提起控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届亚运围棋，嘛是正式的比赛，台湾会派出10位国手参加哦。也毋过最近传出有性骚扰的事件，一位细数的查某女技师指控讲，去年9月开始，伊接受亚运的培训，总教练周俊芬有2届趁只有伊一个人的时阵，摸伊的脚趾片。后来伊出面指控，说互总教练甲其他的技师霸凌，已经退出国手的培训咯。有阿明棋王之称的围棋界传奇人物周俊芬，是亚运围棋国手的培训总教练。也毋过，即马传出伊技术涉及性骚相关事件，一名性骚女技师指控，伫国家队培训期间，去年11月2摆互总教练摸脚趾片，虽然有出声阻止，也毋过后来佫惊失去国手资格，才会当选择吞论。想袂到双方集体霸凌，身心受创，才会当退出国家队。就6年前他是有找总教练，然后我在海龙棋院他表明他要退训，问他为什么要退训，他说他身体不堪负荷，打疫苗之后有后遗症，好像很难呼吸，比赛的成绩就影响很大。1月31号提出，就是他确定要退训了。围棋协会表示，伫胜诉技术提出退训了后，建议伊趁过年期间放松身心才决定。也毋过，伊决定退出，才会当尊重决定。后续也一直无法度处置联系。选手要退训要他们签退训意愿书啊，从那之后再联络，听说到现在都联络不到他。这个情绪的安抚啊，希望不影响到培训队的一些心情就对了。他因为他好像也提到说，他们培训队集体霸凌他嘛，做一些调查。对指控，周俊芬否认，佮发出声明澄清是拍镜仔头鼓励，是双方的互动认知无同，表示失礼。佮较强调，无任何过分的行为，佮较无集体霸凌。真的有什么，大家都会知道，也会看到。那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的话，也希望透过法律，透过这些公正公开的调查小组，然后还给我跟整个团队的清白。因为协会后续会甲选手名单除了安大证书，同时会调查相关事件，也希望胜诉技术若有需求，会当向协会联系，会提供妥善协助，维护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新冠奥密克戎病毒又有新的变种 EG.5， 这款病毒已经伫50个国家出现。伫美国新的病例有1成7拢是为着 EG.5。美国、澳洲佮亚洲一寡国家为着病佮断疫的人数嘛拢会增加哦。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各国继续监控新冠病毒，先唔通放零。观光景点人真多，随着新冠疫情受到控制，各国陆续放零防疫措施，国际旅游也渐渐恢复，人的生活回归正常。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奥密克戎病毒株佮有新的亚型变异株 EG.5 甲 XBB 变异株增强，对抗人体抗体能力较强。For EG.5, we see that it has an increased growth rate, which means it's more transmissible because of that growth rate increase and its immune escape. So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infected. It's on our radar. It was a variant under monitoring since July because of this increased growth rate, and now we're detecting it in more countries, and we expect that in some countries it may become dominant. WHO 将 EG.5 变异株叫做爱丽丝，佮归类伫需要注意变异株，因为突变可能使伊有更较有传染性甲严重性。到目前为止，这个变异株已经伫超过50个国家出现。WHO 呼吁各国暂缓取消对新冠病毒的监控，以加速应对未来新的流行病。
另外，南半球的纽西兰，也是全球防疫规范上严格的国家。在实施3年外了后，15正式结束取消村内防疫措施。The formal end of what was a uniquely challenging time for the country and, of course, for the world. Using the word was in that sentence to describe our COVID-19 response in the past tense really does bring home what ha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time. 随着主疫苗率悬，多数的防疫措施去年已经陆续取消，病院伫寒天也无出现负担过重的问题。民众刷落来到病院机构，唔免搁挂喙罨，感染新冠病毒，也唔免搁隔离7天。也毋过，卫生部门犹原建议着病人踮伫厝内休养5日。公司新闻林伟玲编译。再来看云林岛南木新北路一间林家厝，今仔透早3点外火烧，因为这间厝拢是柴做的，火是烧甲正猛。消防人员救出3个人送病院，一个20岁的查某囡仔，甲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不幸过身。警方调查初步认为可能是有人放火，厝主的后生有嫌疑，嘛已经被抓起来了。专案是搁调查。 15号报名3点外，消防车赶到火灾现场，火势已经全面燃烧。现场陆续救出56岁杜姓男子、20岁吴姓女子和4岁刘姓男童，但3个人现场拢失去生命迹象，但最后女子和男童抢救无效，2个人不治死亡。现场中可以看到火势相当大哦，因为在车上哦，这个货车上有瓦斯桶一个了哈。 另外，在这个骑楼下有4桶瓦斯桶，所以整个火势是相当大。因妈妈吼，甲伊迄个情人囝吼，就烧命啊，你知道？吵架。2点外钟啊啦，因厝边啊讲到7点外，未到9点外，啊，即马9点外可能烧得开，疑似啦，咱嘛唔敢确认啦。这件火灾发生在斗南镇北面里这厝民宅，当地里长表示，平时杜姓男子和伊的斗阵刘姓女子。 佮家己的囝儿总共5个人带做伙，但14号暗时传出消防机的声音，15号报名3点外就发生火警。刘姓女子逃出火灾现场大发救命，至杜姓男子33岁后生，医术办火后顺利现场。我们再把相关的人的供述，还有起火的原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可疑的案件，我相信啊，他现在已经落网了。落网了以后啊，很快就可以理清。文华表示，这户家庭属于中家修理好。 消防将全力协助后续支援。而经警方调查，33岁杜嫌开车离开现场后，往高溪方向来旋，佮将车偏咧附近的农场改骑机车。警方15号上午8点外，在大鼻乡将伊逮捕。专案正咧进一步调查，继续为你报道。大学分发2学今仔放榜，今年的录取率是有9成6。大学的招生欠业有6464个，是10年来第2悬的纪录。 其中有4间大学接收到2成5个学生囡仔哦，文化大学欠业有1342个人上侪。反省推荐申请入学了后，若要进入大学，就要看考试分发的结果。大学考分会统计，今年有37797个人登记，总共录取36338人，录取率有96.14%。如果我们就录取考生的这一个填写的这一个志愿数平均数来看的话，大概在63个志愿左右。那在112年的时候，录取志愿的平均数大概在23个。今年29间学校计共6464个名额，若是以分发入学来统计，现状真理、大业、甲福冈4间学校欠的课比率是超过75%。若是以欠的人数来看，文化大学欠1342个人上侪。 若是以学群来分，管理学群欠1273个人上侪，占该学群的比率也是上悬，有31.56%。搁进一步看，管理学群内底，国际企业合类欠449人是占上侪。反映到整个这一个我们整个社会上就业的这个氛围了。少子化是大家都不能躲掉的一个议题。那这个有这些实际数据以后，对整个校务的调整。 我想各学校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哦。招联会指出，去年是新课纲改制了后头一届招考分发和录取的人数拢创历来上低，出现欠业红利。不过今年3个数据拢回升，刷落来嘛恢复常态。面对囝愈生愈少的挑战，考分会认为各大学要经营出特色，
提供学生跨领域的课程，才会当去引人来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喜马拉雅顶礼拜落大水雨，嘛引起水崩山土石流，造成超过50个人死亡。规片山壁敢若是互人剃头共款，规片写起来，真侪树啊也拢滋滋来。一栋起一个厝坡顶的厝，看起来也真危险。当地居民甲路冻掉的，歹互人管入去这个危险的区域。当局讲，自顶礼拜六开始的大雨所造成的土石流，到14尾暗已经造成几60个人死亡。在这个邦的首府西拉姆，一间神庙被冲到海去。हमारी 14 NDRF की टीम यहाँ नालागढ़ से यहाँ पहुंची है और हमारी टीम में 30 रेस्क्यूअर हैं यहाँ पे मतलब अभी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जो कि आप लोग देख रहे हैं ग्राउंड सिचुएशन क्या है। अब इसको जब तक हम बड़े पेड़ काट के निकालेंगे नहीं नीचे तब तक जो है काम करना 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हो। 即马有真侪人失踪，死亡的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当局讲，除了现场部署的30几位救援人员，也有14位国家救援部队的人将对纳纳加尔赶来。48 घंटे में काफी मानसून की सक्रियता के कारण से कहीं पर पुल टूट गए हैं, कहीं रास्ते बह गए हैं, सड़क मार्ग अवरुद्ध हो गए हैं, बहुत सारी जगह पर थमता है। उसके बाद जल्दी से जल्दी到14早起8点半，西马吉尔邦加北阿坎德邦在过去24点钟久内降雨量分别是273毫米加419毫米。气象部门也对这两个地区发红色的警戒，预测降雨的强度10月开始会较减弱。在过去1、2年，异常的大雨加冰川融化，和印度、巴基斯坦加尼泊尔的山区发生地面的大水。政府官员认为，气候变迁是主要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罗西亚海军伫乌海要查一只别流的货船，因为怀疑讲这只货船要载武器送去乌克兰，这只货船拢无回应，罗西亚就开枪警告，更硬要上船去检查。外界是批评讲，罗西亚的这款行为根本就是海贼。乌海的大小只货船伫海峡来来去去，俄罗斯海军的巡逻舰艇嘛伫海峡巡航。俄罗斯7月中宣布退出乌海国务协议，佮至期伫乌海要去乌克兰的货轮有可能会运输武器了后，13伫乌海向一只漂流一个货轮苏克拉奥坎号要求攀载时阵，因为对方无回应，军舰就开枪示警。这嘛是俄罗斯伫退出国务协议了后，头一届向乌克兰以外货轮开火。俄罗斯国防部认为，当时货轮要去乌克兰西南部的伊兹梅尔港，所无回应停船接受检查要求，接触过舰艇的机场，主动开火示警，想要强制甲货轮停落来。在对方无回应、无线电通讯了后，又搁派出一只直升机，在俄军的士兵强制上货船检查，确认货船无载武器，才互船只继续送货物。在事件发生了后，土耳其的国防部嘛收到相关的报告，显示一只要去罗马尼亚的货船嘛拄到真小型的状况。最后，乌克兰公开谴责俄罗斯军队的行为根本就是海盗。为俄战争开始到今嘛将近1年半，在乌克兰新卡科夫卡水坝受到破坏了后，当局预告要装送水的管道，替克里夫洛甲周围庄仔头的居民提供清气的水通用。Десь на 23% вже прокладена труба. Ви бачили її, що вона майже вже прокладена до Інгульця і до водозабору. Зараз облаштовується насосна підстанція. І я думаю, що протягом 2 тижнів ми запустимо першу нитку і вже забезпечимо частково водою Кривий Ріг. 当局表示，水坝受到破坏了后，有100多万人的民众只当接雨水，也是用罐装水生活。如果会分做3条送水的路线，建设总长350公里的管道，让民众有清气的水使用。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来看全球第4大咖啡生产国印尼，因为极端气候，常常落大雨，所以目前咖啡的产量是减少50%。今年又搁拄到适应现象，可能会可化，所以又搁会影响到咖啡的产量，嘛会冲击到全球的咖啡价格。37岁咖啡农李斯马焕看电园内咖啡花因为雨水一直压，煞烂去真干，伊的咖啡产量减少至少50%。印尼大多数的咖啡园拢是靠雨水灌溉，也毋过开花期雨水伤济，会使得花蕊伫上果形成进程就落去，造成产量变少。Biasanya kita dalam 3 hektar itu dapat 2,6 ton. Yang ditakutkan bukan dari segi produktivitas yang turun sebenarnya kalau kemarau panjang, tapi takut pohonnya mati.
全球第4大咖啡生产国的印尼咖啡产量降到10多年来新低，也安尼全球咖啡价格达到历史新高，刷落来上扬现象，大力的恐慌恐惊进一步造成产量更加紧张。印尼气象机构表示，上扬现象已经影响全国2/3以上的地区，包括咖啡产地爪哇、加苏门答腊部分地区。Catat sejak tahun kemarin, periode Agustus sampai Oktober itu kemungkinan besar kopi akan mulai langka lagi di Indonesia dan itu tentu saja membuat harga kopi akan naik. 印尼的咖啡产量每公顷大约是0.7一度之间，那全球上大咖啡供应国越南的咖啡产量是每公顷2.7吨。印尼大约125万公顷咖啡园，一旦讲是小农以传统方法，用有限的肥料所栽种真侪咖啡树龄较大，有的是20万年前种的。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副主席苏纳尔多表示，尤其是今年，有测咖啡产量会减少3至4成，极端天气甲虫害等其他因素，和那是印尼也有其他咖啡生产国也会拄到类似困境。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过来消息咯，咱过来看桃园航空城计划范围内，阁有超过2000户还未搬。行政院是提出奖励办法，讲明年10月进前搬走的人会加发建补的补偿费。也毋过这个征收户嘛是无要接受，因讲政府根本就亲像是诈骗集团。因讲政府当初是有承诺讲会先甲安置的所在起好，才会来拆厝，这根本是无影无只。针对航空城计划，行政院上新的决议，目前户伫明年10月进前自动搬走，会加发10%的建物补偿费奖励金、30万租金补贴，甲1份人口搬迁费。毋过居民是无接受。应该挂去有政府骗去，大家都觉得好像碰到诈骗集团。我们现在最后一批不走的人，就是要先建后拆。你像政府所讲的，你建材都涨了，你的工人很难找，那我们居民要重建的也是一模一样。只是一个欺骗手段吧，什么物价都成长起来啊，已经拖太久了啊，要配地也没办法配啊，对我们来讲。大家心都很慌啊！议员是真不满，骂中央甲地方联合北下征收户的权益，嘛讲问题是安置机构的工程去牵着，无法度如期交土地。批评市长张善政去年选举进前提出航空城补偿政策，讲要加发15%的辅助金，嘛无影无只。我们一点期盼说一个新团队有一个新作为，结果不是啊，中央地方一样狼狈为奸啊！选举的时候，人民是头家啦。那酸耍伊啊吼，换伊来做主来宰杀人民啦。到现在土地都还没有被整个都还没有分发，还没有点交，那重建也需要达到2年的时间。市府回应讲，目前评点已经为12.2调整到14.7，嘛针对9月份目调，依据评点法后续建议，会阁提到中央议会做最后的裁示。不过在地议员要求政府升起了后才签署的承诺，都要做较到。嘛讲中央甲地方政府若是无重视，一定会甲居民抗争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教育部今年6月开始修正全国的代理教师对8月开始一档就当领12个月的薪水哦。也毋过伫花莲有10外个代理教师是指控讲，因8月份的薪水到达是个还未领到，嘛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咯。乐乐老师原本是花莲县某一间国小代理教师，今年上学期结束时，就知影家己后学期会互聘用。也毋过，伊煞只有学校的人事通知，无任何书面协定函，而且8月份的薪水到今嘛还未领到。每月的1号都是我们固定发放薪资的时间，可是现在就是已经拖到半个月了，所以我这个月的房租都还没有缴交。甲乐乐老师同款无领到8月薪水的代理教师，伫花莲有10几个。同齐向时代力量申请了后，到县府门口都有开记者会。县府解释，这是因为每一间学校伫审核代理教师任聘资格时，拢需要时间。他的人事制度有一定的流程，从你招考了，你要报教育处，你是不是依规定来招考？哦，这一定要核备。核备以后再询问给学校，学校再发聘书，
然后教师呢再依照聘书呢来报人事单位来细心。也不过官方的讲法，真正代理教师无法度接受，认为这无关系，续聘也是新聘，行政作业应该有一个期限。今年112年是第一年，开始8月有几薪的部分，能理解就是花莲教育处在作业上的部分，有稍微的不熟悉，所以因此延迟。但今天已经8月中了，我相信应该要及早给薪。根据官府资料，花莲县国中小目前代理教师有200多位，依照教育部修正法令，为今年8月开始，拢会当领到完整12个月薪水。也不过薪水需要依照聘任日期核定了后才会当发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全国运动会10月要举办哦。世大运的女子受水的选手齐安，今仔早起是指控讲有2个无参加初选，嘛无前1个月来比赛成绩的选手，竟然比初选的时头2名的选手参加女子全国运动会受水项目。伊讲哦，这真无公平。骹手马力速度嘛真紧，就是为着要争取更较好的成绩。10月的全国运动会，高雄游水代表队这个月初10到12举办选拔，选出28位代表。但是拄结束世大运游水比赛的选手齐安，8月15早起伫民代的陪同之下，出面指控选拔有雷霆。选拔上面的选手成绩知道，但是他们2个是直接写上名字，并没有写他们的成绩，也没有告知其他被换掉的选手说你们没有项目了，因为被其他人安插进去。选拔成绩顶头部分项目第1、第2选手的边仔，去互人用手写姓陈甲姓李2个选手的名，加起来上无有10个项目，但是2个人无参加选拔，前1个月来嘛无比赛的成绩，无符合选拔的规则。其中一位选手，他其实是4大运的选手，所以他应该要一起去成都比赛，但是他最后选择没有去，他退赛，等于是没有这个成绩依据，可以入选为高师代表队。齐安表示，除了姓陈的选手，另外1位选手是按算用8月18香港公开赛的成绩来送。文化局6月底才另外定条款，让2个人会当符合选拔的资格。对方摕落来的选手无够公平，文化局表示绝对无雷霆。因应疫情，参考了其他县市的做法，特别兼顾到代表国家到国外参加比赛的选手，以及获得泳协推荐异地训练的选手权益来制定。虽然红点名的2位选手成绩同款优秀，不过看到选拔摕到第1、第2的好成绩，煞袂当参加全运会，互选手袂当接受。民代嘛呼吁爱全面审查选手的资格，来保障参赛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参加2023年世界艇将保龄球锦标赛的台湾代表队，是摕到2金、2银、5铜的好成绩哦。也毋过，一个社区的选手伫坐飞轮机回国的过程中，身体无爽快，虽然机顶有医师到3工来抢救，也毋过哦，嘛是救无回来。这个选手是伫台南市的消防局秘书室上班，市政府嘛表示讲已经慰问家属，嘛协助后事。台南市消防局内底气氛是真沉重，因为局内一位同事向过身，相关人员当日和家属联络，嘛要上北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其实他的跟大家同事的相处都非常和善，所以有什么事情要请求他帮忙，他都非常的热心啊。这部分，是一个大家相处很融洽的同事，所以大家对他都很不舍啦。就是跟同仁跟工作上都很乐意配合这样。像我自己昨天也一直没有办法入园。这是咱艇将保龄球的代表队，因去德国参加2023年世界艇将保龄球锦标赛，摕到2块金牌、2块银牌和5块铜牌的好成绩。但是代表队14坐飞轮机要回来台湾的时，这位社区的选手，普通时是伫咧台南市消防局做工课，今年摕到男子团体金牌，所伫咧飞轮机顶身体无爽快，抢救无效，最后仍是不幸过往。在后段的这一段航程当中，有一位选手呼吸困难，在上厕所的时候，倒在厕所里面，刚好飞机上有一位国泰医院的医生临时加入抢救行列。不过因为状况没有很好经过抢救10分钟之后，
自由无效。代表队所坐飞联机14下晡登来到台湾，选手的遗体已经送往中立的民间殡仪馆去进行验尸的手续。也那体育署副署长方瑞文第一时间先到机场慰问家属，也要求相关单位全力协助。另外，体育署会依照相关办法签发慰问金。根据了解，慰问金会当摕到新台票300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7月初3，全球规冬的平均温度是17.3度，是有史以来的上悬哦。国内外科学家是指出讲，地球暖化，佮加上今年有适应现象，气候反常的状况会愈来愈激烈。台语台推出地球收滚的时代专题报道，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讲，温度愈来愈悬，对环境、农业、渔业、病虫害佮健康哦，会造成什么款的伤害呢？我要带大家做回来了解讲，敢有法度来帮助地球找到退烧的办法。港口秋龙购物平价档拍相，挂送员在大日头之下为民众挂送。烧热的热天，因是第一线受影响的族群之一。热对外送员的影响是真明显。若拄到外送员受热的情形，毋是找一间便利商店小休困一下，就是要放弃规工的订单。他可能热衰竭或者是体力不支，那甚至过世的情况下都有这样发生。今年7月初3，全球平均的气温有17.3度，是1979年以来上热的一天。学者讲，这是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再加上大自然的适应现象致死的结果。一般咱伫迄个太平洋吼，较热带所在吼，温度上悬本来是即个伫西太平洋。有当时啊呢，即个较悬的这温度吼，会向迄个东太平洋迄边吼去刷去迄边就对安尼。即款这情形出现的时候，就变做适应现象啦。西太平洋海温吼，敢是航路共款啦。这航路吼，制造出侪波动吼，去影响到全球的气候甲天气嘛。你若这航路为西边刷去较往中的时候，规个全世界天气甲气候都无共款。学者分析，全球的气温升悬，台湾除了气温提悬，热的时间也会变长，而且高温的空气较湿，风态强度都会增加。寒天、春天之间，无雨酷热的时间也会变长。We came up with this probability for one of this year between 2023 and 2027 to exceed the 1.5 degree caused by El Niño and the anthropogenic warming. 过去差不多30年吼，增加的速度吼，佫继续紧啦。但这几年看来佫较紧啦。暖化加速，加上亲像台北盆地大量使用能源，搞产生热气。建筑这热气就吸伫咧建筑物顶悬，那热地较少，降温的效果就歹，就造成热岛效应，地势都市的温度较悬。伫较早开发较无都市计划的网架台东地区是更加明显，但是互人意外的是热地无少的时啊，今年7月份竟然捌达到38.6度。风经过基隆河进来，然后进到台北盆地内部，往北转往北淡水河出海口出去的时候，其实是把热气都带到这些地方。最严重的，其实我觉得新北问题很大，还有在士林、社子这边、天母这边，其实温度都很高。就按如推论，写即寡风北地区若要降温，就要先解决市区的高温。自然风廊的风道去指认出来，冷空气生成的地区。立法去保证。除了城市规划，世界各国也当咧拼2050年净零排放，控制全球一直欠悬的气温。过去希望全球升温的幅度通控制伫1.5度以内，可方向认为现在是已经真好达成这个目标。若通控制伫2度以内，可能较实际。记者阮由随庄准由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一不林导演创作的纪录片《看见台湾》，和台湾民众关心环境保护。这出纪录片已经10档了，导演立档前一直向空难不幸过身。这不林基金会最近举办10周年的烈影巡回展，帮讲会当透过影像，继续来提醒民众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10年前，谢碧林导演记录台湾这块土地的美丽，也让大家看到过度开发的山坡地、受工业污染的溪水。这10年来，台湾的地貌嘛一直在改变，有的因为积极改善生态保育成功，有的因为无受到重视，变得路苍苍。会愿意珍惜这块土地的人，他可以从这里去察觉到我们所产生的过去几十年来产生的变化。因为过去的照片没有可能再重现，只有在当时他所找到的。看见台湾10周年摄影巡回展要伫咧台北、台中、高雄举行，自8月15开始，对谢碧林出世的故乡台北开始巡回展出，要让大众各通有机会好好看咱台湾的真实面貌。希望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这片土地，能够了解到当时齐柏林导演他所要带给大家的精神，他的意志。我们只有一位齐柏林导演，但是他的精神、他的理念却深植在每一个人心中。主办单位表示，纪录片当中感动人和惊人的影像，拢会伫咧展览当中一个一个来回顾。透过谢碧林导演的作品，去比较台湾这10年来环境的改变，希望用强烈的对比变化，继续呼吁社会重视环境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开始规定讲连锁的商店要有5%提供循环杯的服务。也毋过，环保团体调查发现讲，捌使用循环杯的民众只有3成，大部分的民众会烦恼卫生的问题。来到连锁素食店甲超商，家己准备饮料杯，会当得到5块优惠。今年开始，离部分的门市嘛会当选择循环杯的服务，用了才行，减少一届性杯的使用。政策上路7个月会以来效果如何？绿色和平进行网络调查，回收1131份有效的用品，结果发现只有31.1%使用过循环杯，将近7成无用过。大部分没有使用过循环杯的民众，是因为对于循环杯的卫生问题持保留态度，缺乏使用循环杯的诱因，是因为循环杯和一次性饮料杯没有价差。环保署表示，已经有制定循环杯良好服务指引，提供业者来遵守。若符合指引，嘛提供业者相关服务的标志。针对循环杯，嘛会定期检查，前一届检查拢符合规定，其实卫生无问题。消费者在这个部分不用太过担心哦，因为像我们如果是在外出用餐的时候，这些的餐点都是使用循环性的一个餐具哦，所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有3成1的民众使用过循环杯，但超过9成的人表示会继续使用。环保署认为，这显示英国民众拢会正面的评价。有关绿色和平建议提供使用循环杯消费者价差来提悬诱因，会当荷兰来向消费者收一届性用具的费用。环保署表示，乐见连锁店家来投入成本推广循环杯，嘛互人客价差，但要强制规定安尼做。记者林志文、王兴中台北报道。有200多栋历史的台北市电高级自涵宫哦，总有一个啉酒醉外国人摕金蕉水切灭门，损害甲真严重。这外国人嘛已经互警方上班咯。对于监视器画面看到，这是透早2点外，一个查甫人徛伫树林自涵宫门前，手提金蕉水食清洁用品，伫切庙门，造成高级庙门的卫生氧气毁损。看到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报警处理。酒醉之后闹事，可能觉得这个门板太脏了，就拿了清洁剂跟菜瓜布在擦拭我们的这个门，想要把它恢复干净。可他不晓得这是古迹。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嫌犯是53岁西班牙籍的查甫人。伊讲，只话看到自涵宫真老旧，有时摕物件要来切庙门。随上这间位伫个树林夜市仔的自涵宫，又搁被称作树林妈祖庙，创建在1796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尤其是三川店门前的卫生，受台南名师当局封锁为，伫台北地区，因讲敢若剩一间庙而已。民国74年，自涵宫也互内政部评定为国家3级的古迹。无端毁损古迹、暂定古迹之一部、全部或其附属设施，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之罚金。请庙方把相关就是我们预计邀请就是说送修复那个庙门壁画的一个传统匠师的相关资历也一并送我们文化局这边进行审查。
台北市文化局强调，已经邀集文资委员到场勘查，也请庙方一个月内提报紧急抢修计划甲师傅资料送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林水湖林庙哦，今年提早来请出交杯金，要互16岁少年家来弄，互因来提早做16岁。今仔当咧进行出交保金仪式，伫爱2、3届，就要由时大砍起来才算完成。做16岁是府城第9个仪式，一般看到的交保亭拢是用纸糊的，不过伫咧开基林水湖林马庙，所有全台唯一的6架塔形木造结构的交保亭，这座有3公尺悬，900斤重，敢若伫咧旧历7月才看会到。当下好啊，保佑平安。纸糊的作用会弄破，所以变做就爱定定去顾去补啊，所以落尾呢，阮这个老前辈啊，讲啊无，咱就来用这个茶来刻安尼啦，茶来刻安尼，而且较永久，以后呢，变做古董安尼。这座交保亭是插榫铺条式组合起来，顶下站除了有藏宝甲母亲的林水湖林马坐镇，嘛有济属福义含的倒样，整个雕刻拢做甲真有路。庙方表示，这座有30档的历史，早前牛墙画稀土器顶木材落去做，因为年久失修，湿水褪色去，因拍算做16岁仪式结束了后，被委托木条师来修复。金马啦，金箔啊，我们歹啊介严重，伊的所有的金箔啊，到今已经剥落了，所以委托我今年他做咱迄个按金的部分，佮伊6个部分，当伊的部分有哪改济。为期1个月，庙方开放16岁囡仔来弄交保金，祈求平安，透过鼓励保留传统习俗，互大家看到无同的在地文化。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